想像你透過三眼觀察世界，你甚至可以更進一步，係上師開啟了我嘅三眼，所以讓它像上師嘅三眼一樣運作。當你意識到這一點時，你嘅 SDHD 功能就無法發揮作用。Nada， 你看你嘅 SDHD 就像你嘅客人，只有你餵養和照顧他們才會留下。如果你不餵他們，不照顧他們，只顧住工作，他們就會等住你，等10分鐘、15分鐘，他們會離開你。不要招待他們，這會係個非常好嘅主意。你看，你開始顯化啦。如果我能理解，那就係他嘅驕傲。無論我成功，他就會成功，那就係我嘅成功。如果他失敗，那就係我嘅失敗。所以讓我嘅三眼像他一樣允許發揮作用，就係咁。當你成功時，這就係我嘅成功；當你失敗時，這就係我嘅失敗。你係我，你明白嗎？你在這裏聲稱你自己係我嘅宣告，我嘅三眼，所以我開始啟動它，讓它像我嘅三眼一樣運作，這樣 SDHD 就不會在那裏工作了。如果你沒有工作，因為你嘅成敗與我息息相關。如果你能做到三眼運作，那就係我嘅成功。你看，有些事情係你出於自己嘅目的去做，但在這裏，這與你嘅努力無關。你嘅三眼係我給你嘅禮物。如果你能做到，那就係我嘅驕傲；如果我做不到，那就係我嘅失敗。轉變嘅時機到了，轉變觀念吧。你嘅 SDHD 並不會起到任何作用，你係實際上就能做到這一點。你嘅 SDHD 本身並不強大，但當你允許他們存在時，它就會變得強大。當你接受它成為你們，當你對 SDHD 說來吧來吧，一起喝咖啡，它就變得強大起來。當某個時刻你採取這種立場、這種情景時，嘿，現在如果我能運用三眼，那喺什麼？喺他嘅，如果我不運用三眼，那就喺 SDHD 嘅驕傲和榮耀，那對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？所以突然間你嘅 SDHD 就沒了任何角色，他不會跟你玩嘢，因為我宣告我會讓你們所有人都運用到三眼。我在聲明，喺我在努力，所以交給我吧。你會突然看到 SDHD 沒有任何作用，除非你用來娛樂他們，否則你嘅 SDHD 並不強大。